谢谢。这一方我们大家有心共修，而且是精进的这些道亲，所以在我们每年的年度大班呢，都有特别的邀请我们外方的理安师或讲师来为我们大家做个鼓励跟精进。那么我们这次呢，在我们灵隐寺呢，我们的操办的理安师呢，那么在接触我们陈前人陈大哥那边呢，有一位范讲师。那么他本身呢是学界的一个学生，那么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呢，他就很发心。那我们一个人会发心修道办道，跟他的这个前世因缘都是有关系。那他当学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度了400-500人，做学生的时候就度了400-500人了。那么在他发心的当下呢，道心很有心，一直走，一直办。那可能我们在很有心的时候，先我曾经跟我们讲过，当我们很有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平安无事。但是我们偶尔如果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不顺的时候，我们或许我们的道心就会慢慢的从退1步、2步、3步，退到最后多伤爱烦，就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范讲师呢，他今天非常难得，就是我们李老莲师呢，请操办的讲师，那么请他呢来这边给我们讲我们的业力、愿力。那么为什么要请他讲这一堂课呢？因为以一个年轻人来讲，我们会想，一个大学的一个学生都是受高等知识的，那么为什么应该是讲我们讲的比较一些经典各方面的这些课题。那么为什么会请他来讲这个业力跟愿力呢？因为他本身呢已经经历过真正的生死观，真正的病苦真正的种种因果业力的一个因果因缘，而且是相当的刻骨铭心，而且已经又有惊动到诸天仙皇，老仙翁呢带他去游天堂。那我相信我们这个游天堂我们都听过很多，以前有很多类似人家游天堂的这个情形，但是只是讲描述天堂的景象。那范讲师他游天堂呢，他能够把他在反省回归转回来自己，就因为我哪里不圆满，我哪里的怎么样情形，而且把它做他的体悟呢，做一个很深入的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说和报告。所以我们非常难得那么范讲师呢，他现在在大陆那边呢，一天呢大概都要跑好几场。像今天讲完，等一下讲完，晚上还有讲。现在是大家都急着，大家都一直想请他去讲，而且他讲完课，我相信我们在前几班也听很多同修讲说，为什么开班回来会很积极，那么很有兴趣修办道。那我们那边有一个道亲也是开完班了，去当办事的洗毛巾，洗到一半洗走了，洗到一半才想到我的毛巾还没有晾，赶快再跑回来。他说你回来做什么？他说我的毛巾还没有晾。他说没关系，我帮你们晾就好。不行，我是办事人员，我一定晾好才可以走。大家就自己发现说，这是我的工作，我一定要做好。那时候自己真正的发觉到说，我们以往在修办道，或许我们没有真正的完成，把我们的责任真正完成，把它尽心到底。那范讲师呢，他讲得很深入，而且很刻骨铭心，非常的难得。他从去年到现在，每天都相当忙碌，而且晚上都到1、2点、2、3点才睡觉，他从来不怕累。那我们非常难得那刚刚已经到了，那我们现在就范讲师跟我们讲这个业力、愿力。现在后续就请范讲师来跟他起飞。
是五位仙佛菩萨庇佑。那今天或许来这边跟各位前贤大家学习这一个题目那相信各位前贤今天来参加这个班，我们应该都很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参加的是什么班？那各位前贤，我们认为自己具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具备。好，那或许觉得，其实我们就跟现在的总统候选人一样，叫做什么？候选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怎么样，圆满。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今天或许学讲的这个题目，可以给各位前贤做个借鉴，就是怎么样呢？其实修道办道，确实有两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做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什么？愿力，另外一个就是业力，没错。所以虽然我们求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呀，我们是带着愿力来求道，对吧？那求完道之后，在修办的过程，有各位前贤，大家感受到的是业力呢，还是愿力？业力，所以我们的愿力不足，容易怎么样？容易出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自己靠自己所以今天或许利用一点时间，跟各位前贤分享一下过去个人修改的经验，以及上天慈悲，让后学怎么样发生一场车祸。在车祸的过程以及结束之后，后学体悟到的以及中间知道的一些事情，跟各位前贤做个报告。那或许想说，先从后学求道开始讲。那后学求道，当然相信在场各位前贤也都是这样。我们会有两位叫做对，那当初后学也是凭宝是来找后学，所以才来道场求道。相信我们这边应该没有那种自己跑来道场报说我要求道，所以可见大家的根器一样，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是怎么样？透过求道之后开始修行修道，慢慢有体悟，慢慢投入。所以当初或许是一样，大家也求道。那求完道之后，那时候或许印象还蛮深刻的。求道我们不是会送善书吗？那时候或许拿到两本善书，一本是那个弥勒真经，另外一本何仙姑传。那何仙姑传上面全部都是仙佛开沙的训练，所以那时候或许看刚进道场看不懂，打电话去佛堂问，浅浅，请问一下，什么是哈哈子、西西子、呵呵子啊？因为训文的断句是不是都是这样？所以那时候不懂浅浅，比如说，居然这么多年发了这么多本善书，还有人这样打电话来问，所以他们也很好奇。就有一天，后学的隐士就问后学说：“你求不到，要不要住佛堂？来学习看看。”那后学说：“我外面有租房子，我去住一天好不好？”他说：“好，可以。”就当天他们就来载一辆车子，好几辆摩托车，然后上来，后学门一开，我们就进到后学的宿舍里头，见到东西就搬，然后，之后，后学就住佛堂了。所以，当初你说，后学是了解道理才住佛堂，了解道场才接近道场，后学看也不是。那时候甚至可以讲一句话，叫什么？受骗，去住一天，结果一住10几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大家真的修道办道，都是清楚道理、明白道理，才来接近道场吗？不是我们都是在学。所以当初后学的是住进去，那隔天要走了，有人说要办堂，你一定要自己来，大家道路烦恼所以后学没法子就在佛堂就住下来。接下来跟各位前贤都一样，就学习吃素开法会，
学习道场参拜度人。那种种的一切呢也是很顺利，所以大一去念大学，顺便求道，住佛堂，然后大部这边有就是读4年，4年之后呢，或许就当兵嘛，签到当兵的时候，或许想说，哎呀，佛堂前面求老师慈悲啊，佛堂住的怎么样，很习惯的，希望老师啊，让或许当兵2年还可以接近，结果就抽签就希望，觉得自己就在想说，老师慈悲，这一抽希望到一个道还没有开到的地方，我还可以去办道路，就一抽，后来那个签公布了，金门结果到金门去当兵，那到金门去，那刚开始半年在受训，有没有法子出来休假，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路上看到我们警察室台北的点师，一位张点师，看到点师你怎么在金门？他说他来这边开荒的，在当兵的时候碰到点师到金门，所以金门礼拜3有开课，那或许就礼拜3带一些军队的同事同梯的弟兄去求道。那在金门那时候刚开始办道，人手不足，那人手不足常常会有怎样？有的时候点然是负责献供，或许当上架子就在这个意思。所以各位姐姐，以前我们觉得说，哎呀，当坛主、当讲师，好像佛规礼节怎么样，不一定要背。那时候就说，你以前底子打得好，调到哪边去了，你都可以有一片天。如果底子不够，那时候就没办法办到。所以那时候或许当上下子，一个人就当上下子。然后点然是要负责端请函献供，然后那个求道人，他们有的时候金门那时候还是战地，有时候演习背枪，或许背着枪当上下子，求道人大家背着枪抱着在那边磕头，那这个在台湾大概没有的经验，那结果当兵2年也在像部队里头也是可以渡人，也可以修难道，这个很神。为什么？因为当初或许去的时候上面有考，那就刚开始派了一位连长，那位连长很严格，就哎呀，每次都说连上有人吃素，怎么样搞分离主义，哇，就压力很大。结果或许天天都在求老师慈悲啊，这样子怎么办到？结果那位连长后来调任之后，派了一位道清连长来，所以我觉得。确实觉得好像冥冥之中在修办道的一路上，有适度的阅历是很好的，因为确实善有那后来退伍回来，开始就想说在北部顺便接近后续求道的这个舞台。那结果家里就不同意了，家里说你大学4年在外面，当兵2年，在金门更不用讲更远。那好不容易退伍了，结果你还跑到台北去，不找工作，不知道在做什么。因为那时候家里成全不是很好，不了解道场，结果他们下通牒，那给你2条路，一条是明天回彰化，第2条路他们明天北上到台北来找候选。那当然候选觉得他们如果到台北来，可能是候选预料不到的结果，所以候选就回彰化。那回彰化之后，刚开始或许因为一个道场环境的转变，以前在台北，那到彰化去，当然也是接近那边的点师刚开始学习。可是你看环境地点一变，你的心态会不会跟着变？会心态跟着变，问题就来了。我们会觉得，哎呀，以前多好，现在不好。所以那时候或许自己考验自己，所以刚开始1个礼拜大概3、4天，跟点燃师、跟讲师、跟前贤大家去找人办道路，这样慢慢的就剩下什么道？初一、15献供的时候到，办道的时候到。那再过一阵子呢，法会的时候才到一下，还不是2天都待着到一下，像我们露个脸，很关心法会。这个也叫修办道，结果慢慢的或许就很
很少接近到。那没有接近到，结果就会上天警醒后学，然后接着后续发生一场车祸。那后续了解到，我们每个人虽然有愿力，但是，哎呀，业力大多了，然后我们每个人虽然自称是修道的，可是后学觉得我们也是遭罪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上天赐给我们无形中帮助，远比我们看得到、我们体悟到还多上千万倍。那后学把这个出车祸的整个经过跟各位先贤做个报告。那一年当然就回家乡，那家乡就在找工作。彰化那地方有一样产业是世界第一，就是自行车业，脚踏车。那脚踏车，所以那时候学想说做脚踏车的应该可以赚钱，上班如意，所以或许就去做这个脚踏车的一个协力厂的零件，就做一做，也赚了不少钱。这个就很神奇，你钱赚越多，你在道场上，这个心力就越来越少。那实际上就是业力。老实讲，拼命想赚钱，这个就是智慧，你看就是业力。结果在那边投入，到最后当然赚了不少钱，结果就发生车祸。那或许觉得这中间车祸当天，或许早上8点公司要上班，结果或许我们乡下都有那种大马路，然后有那种产业道路，那平常或许就不走大马路，或许就走弯弯曲曲产业道路，那很悠闲。那我们那边有一个来水坝，大概20公尺左右，蛮高的。那我们那个路是这样，一个下坡滑下来之后，一个右转，再一个左转，所以连拐2个弯。那或许摩托车就滑下来，一转右转，在左转的时候，因为那个乡下又是那种叫做排水沟，那个我们台语叫圳高，就是那种大排水沟。那大排水沟的上面有这种好像是堤防的道路，小小的，那一定草都长得很长，所以根本看不到对面的来车。转过来一看说，哇，怎么对面那个年轻人摩托车骑这么快？所以或许心里就有个底，这一定撞到，一定撞得到，就是一定撞得到。结果或许还在想，一定撞得到，你那个刹车都已经按了，可是停不下来，因为一个下坡下来，结果就撞到。当然或许的速度也快，就是对方的速度是更快，因为他要上坡，也要加速。结果就这样一撞。那后续就跟摩托车就撞到，左手边是大排水沟，右手边就有另外比较小的，但跟我们讲桌差不多大的这种排水沟，撞下去怎么样？掉到水沟里面去。那掉下去，或许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出车祸的时间是早上8点，那大概或许是8点半左右到医院。那这中间30分钟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后学跟各位前面做个阐述。那后学的叔叔他早上在家的时候，他就8点半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怎么样？骑着趴在摩托车上，被摩托车载到他家。结果其实后学被那个一撞之后，整个人是怎样晕过去了？那晕过去，隔不知道多久，应该是没几秒钟。同学突然又醒过来，那醒过来，同学发现站在马路中央，就是出车祸的那个地点，马路的中央。然后站在那边，同学就看，年轻人，然后摩托车那样有家人就赶快就骑走了。那骑走，同学怎么回事？那怎么地上到处都是油渍，就是那个油渍跟那个刹车痕迹，然后又往右手边一看，哇，水沟里头真可怜！你一个年轻人，上半身插到水里头去，然后还被摩托车压着，等于脚露在水面上，就要跳水了，倒插。结果我选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然后一看，因为摩托车跟后
就是那个你已经快要走了，就是可能还没有断气，但是差不多了，快要走了。所以哪天我们在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躺在床上微笑，大概要走了，要走了。结果那时候或许自己就突然又看到自己的这个突然想起来说刚刚出车祸，然后那个内心很清楚的知道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有这种感觉。那这样的感觉起过来之后，或许就觉得说不要，我不要回去，我现在还不要回去。可是背后的那个原因，倒不是说哎呀，或许钱还没赚够，房子还没买，不是这样。或许那时候的一个想法是，哎呀，当初回来彰化是要设过来，要度家里的人，要成全亲戚朋友，所以那时候或许想说这些事还没做就要回去，或许觉得有点可惜，而且好像对不起自己跟上面，所以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发心。那就这样想的时候，你求道的时候，你是一直领这个地方，那时候是泡在水里，所以根本看不到这个玄关，可是后续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灵性从哪边进去，或许在地面上，可是还是感觉得到那个灵性从玄关这边进到身体里面去。那进到身体之后非常痛，这个很像针在扎你的手指跟脚掌，很痛。那很痛，或许就很想要出力，因为闷着就快窒息了，所以一直想要把身体撑离开水面。那一出力发生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在挤那个那种叫什么沙拉酱一挤那个灵性又怎么样？又跑出来，那个身体又倒下去。所以只好又放，好像我们就又放弃这种，又松一口气，灵性就进到身体。所以或许就那边抓到一个平衡点，就是力量不要出太大，出到刚刚好，然后卡住那卡住，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头抬离开水面。当抬离开水面的时候，或许知道一件事，就是或许死不了，或许死不了，活起来。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确实活着跟死大概就是差最后那一口气。那一口气有进来就活起来，没有进来就死掉。可是虽然头抬离开水面，但是身体很痛，所以整个人就晕过去。那接下来就讲8点半的时候，或许叔叔看到一个年轻人趴在摩托车上面，然后骑摩托车骑到他家的前面熄火，然后或许叔叔看过，哎呀，这个不良少年跟人家打架打输，然后他就想要赶快去报警，结果或许婶婶出来了，婶婶出来了，这个不是隔壁谁的儿子吗？哎呀，那或许叔叔才对赶快送后续到医院。那这中间或许意识是片段，第一个意识就是头也抬离开水面的那，第二个意识就是或许感觉好像有个人背着后续，然后他突然讲说到了，或许睁开眼睛看到叔叔，可是那个精神真的很不好，又晕过去了。那下一个画面是在11点，差不多11点半，因为或许不知道详细的时间，大概11点半左右。那或许躺在手术台上，突然醒过来，医生在那边，哎呀，您再忍一下。这是第三个画面。结果或许出车祸的地方是很偏僻，那种乡下的那种，人家讲就是乡间小屋，根本不太可能有人经过的。结果后续叔叔家跟出车祸的地点距离是2公里那后续摩托车原本是撞坏掉到水沟去了，因为后来去看零件什么全部都在水沟里头，水沟也有大概将近20公尺长的这个血迹就是因为血流出来，然后两边都红红的。可是那摩托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跑到路面上，然后载着后血，就载到后血叔叔家，走了2公里，这半小时，就是这8点到8点半中间发生的事。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是无解
以列入这个传奇记录啊。那我们在想，确实好像修道，大家平常在办道度的，虽然平常我们不觉得是在救人家性命，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在放生。平常在度人，我们就在救人家性命。我们去度人，要不要把自己的时间牺牲生命呢？所以平常牺牲的生命，其实真的好像有事情的时候，上天也是救我们一命。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确实是上天的恩德慈悲，要不然一个这个那时候出车祸他那个伤口就是因为不是很确定，但是可以知道那个伤口是这么大，应该是从这边插进来，从这边出去，右手边进来，左手边出去，所以那个伤口是很大的。可是这么样一个重伤的人，怎么有办法把摩托车怎么样？对啊，抬到这个路面上，因为那个水沟差不多这么深，大概1.5公尺，所以我们这边前道有医院的等一下可以去外面抬看看，你可以知道说原来是怎么样一回事。那候选人接下来就到医院去，那医院那医生就开始在止血。那听说原本候选这边送到医院就要马上输血，因为失血很多。那他们在把这个脉搏的时候把不到，量不到脉搏，因为心脏还有体温都慢慢变冷，甚至这个手指尖端有一点像窒息嘛，有一点变黑变紫，结果那个医生跟护士他们在找血管找不到，结果呢，那个护士说，医生他这边断了一根大的血管，可不可以从这边输血？结果说可以。各位学姐，候选那时候一撞，我颈部这边有颈动脉、气管、颈静脉，候选的动脉、气管没有断，但是颈静脉断掉，所以那个是很大的一条血管，跟我们的麦克风一样大。那这么大的血管，那个血就流了很多，结果医生他们找不到血管，直接从这边插管子到心脏急救，这样救活。结果他在急救的时候，在手术台上，因为原本候选晕过去，所以他也没有打这个麻醉针什么，就绑着而已了。那他手术到一半，候选突然醒过来，然后醒过来睁大眼睛，那个医生也吓一跳，他说：“范先生再忍一下，再呼吸，一口气就好。”他拿那个止血钳就这样压进去止血，所以候选在床上连叫也叫不出声音，手也被绑着。在那边抖，在那边抽血，这中间又晕过去好几次，就是痛到受不了，又晕过去。一方面也是我内心害怕或者是挣扎，就是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会这样，然后又晕过去。那等到真正手术完毕之后，那医生推出来那医生在那边就讲说：“范先生，你这个你真的是怎么样？”那时候他是讲你是不是有信什么，或是拜什么，有庇佑。可是那时候我不能答他在讲什么？说你这个伤口是从这边插进去，从这边出来。那伤口多深呢？从正面可以看到背面的脊椎骨，就是那时候的这边所有的肌肉神经整个都挖断了。可是医生说，你这个伤口就很奇怪，因为伤口非常深。但是你这边的这个动脉、气管都没有断，但是后面的静脉断，它好像切菜一样，切菜就切下去，上面没断，下面的断，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可是你的伤口又这么深，就是很深，当初就好像是被人家拿刀子把脖子砍掉一样，从正面可以看到后面的脊椎骨，所以可见这个伤口是很大的。这个是现在外科手术把它整形拉回来，要不然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伤口。然后医生又说，他说你在我这边也可以处理，但是如果说你要马上动手术的话，要转诊。那如果在他这边要观察3天之后他才敢动手术来做。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这个伤口太大又太脏，
会怎么样？会败血症，所以不能走。那后雪的父亲当天晚上他思考的结果认为说，对，没错，彰化这边北斗这附近的医院怎么样？技术不够，所以要转诊。那转诊彰化比较放心，有2间，一间是对彰基，另外一间是秀传。然后后来就转到秀传去，因为秀传有医院。那转进去之后那个礼拜5晚上，医生就说范兄，哇，恭喜啊，你这个伤口好漂亮。范兄怎么会这样的形容？因为他们外科手术那外科医师看到那种小伤口，他认为这个怎么样？无伤大雅，这小 case。可是你这伤口大到这么大，他觉得多好，他大展所看所以很漂亮。结果那医生说，你晚上好好休息，做个检查，然后隔天就再帮你动手术。那我们也都认为说隔天就可以动手术了，所以很快乐。他那一天就去检查，要检查有哪些呢？验血，然后验 X 光，然后还有那个电脑断层扫描。结果后学原本这个脖子这边呢，就是剩下大概真的是脊椎骨，因为他在抬上那个怎么样 X 光的时候，不是要整个人抬上去，头忘了抬，那个头整个就好像断掉一样。或许觉得说，真的凹下去，然后不能呼吸，马上这个就没有办法施力了，所以可见那时候这个整个都断掉，然后就折腾那一天晚上就折腾到很晚，大概11、12点，所以也没怎么睡，就想说等隔天早上可以动手术。隔天早上一来，哎呀，这个医师很年轻返老还童，然后穿牛仔裤，所以当然知道大概是实习的医生或者是学生到医院见习，所以或许父亲也很紧张，他问他医师没有来吗？结果他说范先生，抱歉，那医师是台大来我们这边住诊的医师台大医院只要是主治医师都是周休2日，所以礼拜6、礼拜天看诊。那因为这个伤口又很大，所以必须要主治医师签字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缝合才可以动手术。所以我们这2天不能动手术。那不能动手术怎么办呢？医生有交代要换药，换药。那原本后学转诊的时候，那个伤口是拿那个纱布盖着，盖着。结果他